少年不知愁滋味这句古语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这句话的直译是少年不知愁的滋味，表达了年轻人在青春年少时尚未体会到生活中的困扰与烦恼。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，让人对青春的无忧和成长中的挑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青春的纯真与乐观。少年不知愁滋味首先展示了青春的纯真和乐观。少年时期，人们通常充满了潮气和梦想，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。这个阶段，年轻人还未真正接触社会的复杂性和生活的慎重，因此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简单的快乐和轻松的心境。无论是学习、友情还是爱情，少年时期的体验往往是美好而纯粹的。年轻人的心态往往是积极的，他们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，这种乐观源于他们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和对现实的相对无知。成长带来的困惑与压力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的压力和责任逐渐增加，愁苦开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青少年走入社会后，面对的挑战和困难越来越多。职场压力、家庭责任、经济负担等问题让人成熟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。成年后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，这些都是少年时期无法体验到的。因此，成年后的人们常常会回忆起那个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，感叹青春的短暂和成长的艰辛。成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。尽管年轻时的无忧无虑令人向往，但这些简单的快乐往往难以持久。成年后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境，人们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。这些困境和挑战使人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成长不仅仅是对生活的适应，更是对自我认知的提升。正是这些经历和挑战塑造了一个人，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全面和成熟的个体。回忆与成长的智慧。少年不知愁滋味也体现了对成长过程的怀念。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表达了对青春的怀念，同时也反映了对成长后复杂生活的感慨。这种怀念并不仅仅是对青春的美好时光的向往，更是一种对生活变化的反思。成长意味着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境，这些经历让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的复杂性，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智慧和成熟。通过对这句话的理解，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青春的珍贵和美好，也能够认识到成长中的困扰和烦恼是人生的一部分。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青春的无忧无虑是人生的宝贵财富，而成年后的挑战和责任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现代社会中的青春与挑战。在现代社会，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和挑战可能比以往更加明显。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、家庭责任和社会期望，现代青年经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这种压力使得现代的年轻人相比以往更加早熟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也变得更加频繁。现代社会对青年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高，这使得他们在青春时期就需要面对更多的现实问题。面对这些挑战，年轻人如何保持内心的平衡和乐观态度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尽管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性和困难，但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应对困境的能力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正如青春的美好不可长久，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挑战时，保持乐观和坚韧的心态是应对生活的关键。总结：少年不知愁滋味不仅是一句富有诗意的古语，它深刻地揭示了青春与成长的对比，反映了人生各个阶段的特点。青春时期的无忧无虑是美好的，但成长后的责任和挑战同样重要。
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。通过理解这句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珍惜青春，同时也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无论是青少年时期的纯真，还是成年后的责任和困扰，都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命旅程。